选立议会开议头一天，来自六家甲新营在地小厅，加有300位乡亲，聚集伫民治艺术厅头前，由白布条啊。这个六家乡亲监视立定公民，乃无连说明会拢无，就将六家营区变成警察要用的长枪靶场，就让发出不满互相作业的抗议陈情，要求重新规划，嘛进一步希望将现地营区活化，发展观光。设立六家产业文化故事馆，让回乡的青年有创业的梦想。我希望讲市长，那证明讲前者，一旦对六家产业文化故事的力量以上，当然今年这数，我希望讲，市长将来将是有一个，证明讲前者，你对六家这个故事的力量是安怎？咱六家三门区，咱无到。有创业产业文化园区，我在有河路边，有鸟球园区，咱大家啥物拢无，啥物拢无，所以为着咱大家家孙的未来，大家做伙起来抗议对吧？抗议！希望今日市长会当听见咱建议。面对地方抗议的心声，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出面接下陈情书，表示会进一步长期研究。关系到六甲产业文化故事馆的代志，甲六甲迄个园区的好啊利用的代志吼，咱会好啊处理来评估伊的可行性吼，来用心来大家听大家心声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多谢大家吼，谢谢感谢。咱我个市长拜托者简单个问题，莫研究了无结论啦虽然吴市长亲自接见说出善意，不过到底六甲营区刷走以后，日后的规划如何？伊也嘛表示，只要拢无结论，因会搁再动员向市府讨公道。咱来新闻，郭文琪、林根采访报道。